要加给你们了。当咱内心有伊的国，甲伊的义，就这义拢会算回来。唔通为着明仔载来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那这边还有一个季节是在加塞罗尼加火球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命定的旨意。那么休息一关。我即摆遮会听英文吼，伊咧介绍印尼的教会，伊是讲
灯光秀，用你的 Miracle Here 哈，用灯光秀去介绍介绍伊教会种圣经的故事、耶稣诞生的故事，用灯光秀去秀出来。哎，哪行哪无英文咧讲，广告要甲写讲，请用中文哈，中文我可能太听。那一首要甲咱唱的分享的诗歌是咱的诗歌，信息450首，应该咱一些。一定要回去才有吗？努力吧，基督徒。